總價68萬，喺拱北口岸呢邊可以攞低套精裝修嘅單位，係總價68萬啦。嗱，呢個小區好靚噶，有埋地面嘅停車位啦，而且咧精裝修現樓，直接拎包入住，總價68萬，收租都2000蚊，一齊上去睇睇啦。嗱，所有個單位咧，一樓咧係帶有獨立嘅入戶花園，咁二樓咧呢度係前陽台，仲有個後陽台嘅。嗱，入嚟睇睇先吓，佢係70年嘅住宅咧，帶埋燃氣噶啦。嗱，呢啲洗手盆、洗衣機、收納櫃應有盡有嘅。入嚟到咧就係成個空間嘅位置啦。嗱，呢啲收納櫃咧都係交標嚟噶啦。最重要係點咧？佢有個獨立嘅衛生間，做得係相當之 OK 噶啦。咁咧依家總價咧68萬。嗱，帶埋陽台啦，出嚟睇下啦。嗱，陽台嘅位置都有5個平方左右噶啦。咁咧呢邊係山邊嚟嘅，環境優美啦。咁我哋步行10分鐘咧，可以到拱北口岸噶啦。門口就係摩爾廣場，大型商業，衣食住行呢度就可以解決。總價68萬，首期10萬蚊，帶你攞低。